盃賽程快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殷偉文，三藩市星島中文電台2026年世界盃特輯。今日我請嚟嘅嘉賓係 William Yan， 阿 Will 你好。大家好。今日睇咗兩場波啦。首先講第一場啦，挪威對呢個象牙海岸啦。咁啊呢場波係2-1，挪威贏嘅。咁啊挪威表演係正常啦。咁啊贏波都係合理嘅。主要就係個對手唔係太過強，咁啊未必即係贏得比較輕鬆啦。咁啊同埋主要嘅功臣咧就係呢個哈蘭德啦。啊臨尾嗰86分鐘面對龍門一個底線傳中一射入咗，咁就幾乎係絕殺呢個象牙海岸啦。咁呢場波冇咩特別嘅搶點嘅，主要就係象牙海岸係對手弱一啲，咁啊對比挪威贏2-1係正常嘅賽果啦。咁跟住嗰場咧就係法國對瑞典啦。法國對瑞典咧，法國隊係強啲嘅，應該就係6-4波。咁啊，但係法國咧就有啲唔好彩啦，一開波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撳住呢個瑞典嚟攻噶啦，但係只不過係入唔到波，咁啊搞到臨完場上半場先至係1-0領先，但係就因為領先一球嘅時候咧。咁啊，法國佢哋開始有信心啦。咁到咗下半場一出場嘅時候咧，咁啊，瑞典因為要調整啦，所以就要同法國開始對攻啦。咁你當法國同法國對攻嘅時候咧，咁後防就會出現好大嘅問題㗎啦。咁啊，跟住再俾法國隊再入多球，形成2-0。當2-0嘅時候咧，幾乎瑞典就係冇希望㗎啦。變咗。一定要進攻啦！如果唔進攻嘅時候，連機會都冇啦，因為淘汰賽啊嘛。咁啊，後防越嚟越空，再俾姆巴佩入多第3球啊！最後入多球，入多球，咁啊變咗姆巴佩梅開二度，以3-0領先，遙遙領先。咁啊，瑞典就係準備出局噶啦，嗰陣時已經係冇辦法噶啦。頭先你講到姆巴佩入咗2球啦，佢嘅總成績法國就係3-0啦。阿姆巴佩一個人又入咗2球，咁而家咧阿姆巴佩同阿美斯咧，大家打成平手咯喎，喺嗰個世界盃嗰個排行榜度，每人都係入到18球。咁你睇落去，係咪阿姆巴佩會唔會追過阿美斯咧？你點睇啊？有機會追過，但係因為下一場法國隊對個對手咧唔係咁容易踢。所以贏波個機會係5波嘅咋。法國隊下一場應該係對呢個巴拉圭，變咗巴拉圭咧就係好注重防守噶，同埋佢哋嘅防守比較強悍啲。法國隊唔係咁容易贏噶，就算贏都要付出少少代價。咁啊對住瑞典就唔同啦，因為瑞典就係最怕法國隊呢啲進攻嘅。法國隊反而唔怕高波，你高波佢頂晒，但係你啲有技術性嘅喺禁區裏邊嗰啲短傳咧，佢就最驚呢啲啦。咁所以係隔食隔嘅啫。咁啊，下一場波就法國隊要小心啲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又到此為止。我哋下一次睇下下一場波，等於法國隊再打嗰場波，再揾阿標出嚟同大家講下嗰個賽果。好，咁我哋就繼續講拜拜啦。OK，拜拜。OK。